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就係呢個商品講述系列。今次我要講兩隻，其中一隻分別喺6月推出嘅陀螺。第一隻就係我哋嘅 CX18 碗龍長邊啊，佢呢個係一隻3合1陀螺包嚟嘅。今次呢隻碗龍長邊呢，都係 CX 嘅擴充系統陀螺嚟嘅，就可以見到啦，佢嘅輔助印 O 係一塊5塊刀印嘅輔助印嚟嘅，跟住去到鐵方面，見到佢個長邊部分，佢係4塊刀印嘅，係啦，就唔平衡噶啦，但係佢係一隻持久型陀螺嚟嘅，而且見到佢啲刀印都相對圓滑啊吓。跟住呢，去到下擊印呢塊犀利啦，終於可以實現 W 自由嘅 W 啊！竟然喺呢度復刻，而且佢3合1包今次同時鐘一樣，係3隻配置都一樣嘅，即係無論你中到邊隻，你都有一塊 W 可以用，只要你買到嘅話，基本上係人手一塊 W 啊！只要買到呢隻嘢嘅話，跟住輪盤就係570啦。軸心方面呢，係一個全新嘅軸心叫 NR。佢係一個有大細加英文字母，但係唔係一體型嘅軸心，因為以往呢係一體型軸心先係有大細加英文字母嘅，而呢個呢就有啲似 FB 加 W 啦。佢嘅齒輪數目同 W 係一樣嘅，不過變咗嘅 W。我覺得呢個呢攞嚟爬山應該幾好用，我覺得可以放個棍嗰啲持久型陀度，可能俾到鯊魚用添。而第二隻呢，就係一張偷跑啦，就唔知道幾時出嘅。但係確認咗係 UX20 嘅戰神榮耀呢隻陀螺呢，就係我哋嘅 CX 戰神嘅進化啦，變咗 UX 陀螺。其實 UX 陀螺好過 CX 陀螺啦，就係一隻個外表有啲似擊爆世代嘅超石武神。當年超石武神真係好型，呢隻真係拍得住佢。但係而家武神變咗做白色，驟眼呢，佢似係一個好似天帝武神咁嘅回彈功能。但係裝發射器嗰個勾位度見到有個藍色嘅勾位喺入邊，就推測啦，有機會可能係防爆系統。但係呢，而家 X 世代嘅防爆係喺輪盤度，所以有機會唔係都唔出奇嘅。呢個呢，就要等到更加多情報再公布，但係就可以見到佢係一體型陀螺嚟嘅，而且係搭配 LF 嘅。至於 CX18 呢，就會喺6月13號發售，到時我都會拍一個開箱實測，大家記得訂閱啦。係啦，唔知大家覺得點？可以跟住下多先，最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問題喺下面留言，記得訂閱撳埋鐘仔，下次出片嘅時候準時睇下。share 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